来明仔载开始就是5日节3天的连假，也毋过有未少的行业也是爱出勤上班。劳动部讲，这固定假日出勤的薪水有特别的算法，若是爱上班者，毋通袂记哩家己的权益。这个3天的连假，若要选一天转去上班，讲选明仔载6月初8会当领钱领上侪。 过日一连假，甘有计划按送食粽、白龙船，或者是登去高雄过节。不过，都真侪人爱乖乖上班，竟然无法度困好饱，或者是出去耍，权益都爱顾好。因为你敢知影这3天的薪水台股是无受伤。 好像会加 double， 对不对？如果我缺钱的话，当然愿意啊。我自己休假的形式比较像是我不想跟人潮挤在一起，所以我可能会比较选择，那上班多赚，然后等之后再来弄特休去请。爱上班紧着时间，钱就当摕较济。以1月薪水3万6个多工来计算，大点钟的薪水超150块。3天连假6月初8是休假日，以劳基法规定份加班费，前2点钟加发本正1点钟薪水7/3，费第3点钟。 开始交发2/2，算落来一天8点钟1,900块。6月初9例假日，到6月初10固定假日，是照原本10点钟150块计算，拢是1,200块。也就是讲，假使3天内会当选一天转来上班，绝对经伫咧6月初8，安尼赚的钱才上济。 如果一般是6日正常，一例休化来上班，可能就是要给休息日加班费。那比较特别就是说，6月9号，如果你是台例假话，除非有一些什么天灾啦、事变突发状况，不过基本上是不能够特别要求劳工出勤的。假使头家有违反相关规定，劳工会当提出相关诉讼，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者是劳动部提出申诉，做一个巧克的员工，莫会记你伫咧后个月。 进入检查加班费，敢真正有回不来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